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一句俗语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大家做伙讲一句。我是 Lisa， 咱今仔日要介绍的一句俗语是这句：家己栽一丛，较赢看别人。Lisa， 你外套敢会当借我踢一个？我有淡薄仔寒呢。会使是会使啦，毋过恁哪会拢毋家己扎？我就想讲家己扎麻烦啦，非得你会扎。你哪会安尼啦？你后摆阁毋扎，我就无爱招你哦。吼，莫安尼啦，我后摆一定会家己扎啦，即摆先招我啦。好啦，人讲家己栽一丛，较赢看别人。你逐摆拢甲我招，我若是无爱招你，你毋着寒死。好啦，多谢啦。穿的时阵较细腻的，莫去摸着垃圾无？好，无问题。家己栽一丛，较赢看别人。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讲，物件咱若是家己有，就毋免去看别人的面色，去甲人招，去甲人讨。这毋若是咧讲物件尔，嘛是咧讲做人做事的态度。亲像咱功课家己写，册家己读，钱家己趁，家己欠，得到的物件拢是家己的，啥物人拢抢袂走，嘛毋免烦恼东烦恼西，烦恼别人若是无甲你做好，要安怎？就亲像要考试的时阵。咱若准备好，就毋免惊边仔的同学无爱招你。无啦，我是讲，就毋免惊考无好，转去会互爸母骂。其实咱人若看到别人有啥物好物，加减拢会欣赏。毋过，敢若欣赏是无效的，若无家己去拍拼去准备，是得袂到的。靠别人虽然方便，毋过这袂久长，嘛永远袂是咱的物件。那家己栽一丛，毋管是物件、技术，也是生活态度，拢会是咱家己的。简单来讲，就是爱家己拍拼，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甲安心。好，安尼大家应该拢有了解，家己栽一丛，较赢看别人是啥物意思啊？好，咱最后用一句话来甲这句俗语讲出来：要毋望别人互咱机会，不如家己栽一丛，较赢看别人。靠家己拍拼，较稳当。今仔日即句家己栽一丛，较赢看别人，介绍互大家知。希望大家以后啥物代志拢会当先靠家己，莫一直想要靠别人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是介我影片，我就要起赞介分享出去，因为另外观众朋友我要起一下电话的讯动，安尼还有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 Lisa 嘛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到帮我起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